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7月19日，以诗篇来祷告的改变因子9，利他主义。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20到122篇。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122篇第8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蒋玉明这位我们的属灵的前辈，他说，凡真正将自己交托给主的人，必然一无挂虑，因为凡是我的事情都变成主的事情了。哇，好聪明哦我们把我们的事交在神手中就变主的事，那主的事也变我们的事。那么我们当然一无挂虑，因为他的大手牵着我们的小手，手把手，神大手拉把住我们的小手，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经历在主里面我们的影响力。对呀，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力的不管你的影响力是好或坏当然坏的影响力神不会让它长存，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甚至我们如果看到那坏的影响力，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拒绝学习的那坏的榜样。当然好的我们就效法，像前几天我们说的这个诗篇里面有太多我们的属灵的前辈，他们的生命有好的我们学起来，不好的我们拒绝。每个人都有这个影响力，因着这样子，我们可以在主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得到这些超连结属灵的这些连结。我们的主是最好的那个治疗者，是最好的諮商协谈辅导者。透过我们所读的这些世世代代的前辈来交织，成为我们的支持建议，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分享出神愿意倾听。当然我们也要祷告完的时候注意听神透过这些我们读的经文怎么帮助我们。而当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原来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不会只看我。当我们交出去我们的困难在神手中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说我们的事就是神的事，神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神要我们办他的事，一定会带领我们有一定的高度。前几天我们也说，赞美神，来赞美他吧，他提升我们到一个高度，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盲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发挥那个影响力，不会只有沉浸在自我自我关注而已。我的内心，我永远一直在想我生命中的黑猫，我不要想黑猫，还是黑猫所以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既把我们的困难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带领我们那个高度以后，我们的思维，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脑神经都换新的。当我们换一副新的眼镜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何以我们读诗篇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改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只看我的问题，其实我们就交给神而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改变而成为一个影响力，因为主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们也有那个很努力改变不了环境的时候怎么办呢？对，这个有太多时候，我们从120篇一直到134篇，其实就是所谓的伤心诗，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所唱的歌或者是他们一年有3次要前往圣殿朝见的旅途中他们所唱的。但120篇是一个哀歌因为这个诗人他寄居在外地，却与外族人之间不断产生冲突，他呼求上帝，恳求上帝来介入，
来救他，可以脱离那个困境啊。所以他这个诗人他开始描述120篇，就你救我呢，脱离呢说谎人的嘴唇跟诡诈人的舌头。诡诈人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他这边讲了很多他的那个苦楚，但他最后讲什么？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哇，这个有这种情况的一定有啊，你会很无奈啊。其实有时候连家庭都一样，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家庭的成员里，或者是手足，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都不对盘讲什么都职场也一样就是我每次讲什么就会引爆这个冲突。我们有过这种经验吗？对，那敌对我们的，我们寄居人篱下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会这样。但除了外在的原因之外，其实有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在我们自己的内脏是不是一个受伤的？如果是，我们需要神的医治。神医治我们，让我们眼睛看这个利他，看这个他是这位最大的神。所以我们就要来举起手来向山举目。121篇是我们很熟的赞美诗。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不打盹，不睡觉，白天不能伤我们，夜间月亮也不能害。我们出我们入，耶和华都要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真的是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再怎么努力，可能都没有那个成果，但神说就来祷告吧，就来信靠我吧。在122篇是为了，特别是为城市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处在台湾更是我们这个城市，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奈我在被安诺卡后就是祷告啦，什么都不用讲，就来祷告吧。所以他122篇也是一样，因为他们是被掳归回，他可以能够对当时候的这个政权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可以来说的吗？很难很难。那怎么办？而且一说就冲突对不对？我们那个看到了前面第121篇就冲突，120篇就冲突，对不对？诗人还说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征战哎呀，那怎么办？来祷告来怎么办？不能移送法办，因为法是他们定的，但我们可以来祷告所以我们在圣殿，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墙。我们最后他说愿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为我们的台湾来求福好吗？为你所在的城市来求福好吗？这是利他。当我们为比我们个人更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眼光不一样。原来我们的问题是小的，原来我们的问题是这个社区改变，这个城市改变，这个国家改变，其实就改变了。所以何以圣经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来思想，我们是属神，被神所救赎的。那么我们的神怎么告诉我们，在短暂的人生中，我们怎么样先求神的国，
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呢？我们来默想主的门徒在世上当持什么态度？新约有没有来鼓励我们避开这世界？我们决定以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世界呢？从哪里开始来做起？从哪里来改变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世上，谢谢你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甚至全世界，都在你的掌权下。主啊，你再来的时候，你的国完全降临的时候，你掌权，主，我们要在那里。我们现在的生命要被你来塑造形塑，即便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落，但我们仍有依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盼望不在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盼望在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被你形塑。我们要是一个越来越像你的生命，我们要是一个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我们靠主你来得胜。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活出神的国的旨意哦。主与我们一起，我们不用怕，他要使我们成为那得胜的。我们明天见。